各位，一節風暴消息，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仍然生效。中午12點，強烈熱帶風暴北面集結喺香港西南偏南大約13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係14公里，大致吹向廣東西部沿岸嘅地區。天文台預計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日間大部分嘅時間會繼續生效。咁按照現時呢個移動途徑咧，就我哋相信咧呢個8號嘅信號咧喺今日日間大部分時間咧仍然都會係生效嘅。咁現時咧我哋已經係受到呢個北面相關嘅雨帶所影響啦。咁其實今朝嚟講咧，啲雨帶咧都為我哋咧係帶嚟相當之多嘅狂風大驟雨嘅。咁喺昨晚午夜到今日11點鐘為止咧，其實大部分地區咧都已經係錄到咧係超過50毫米嘅雨量㗎啦。咁相信咧今日餘下時間咧仍然都會係有一啲狂風大驟雨嘅。天文台估計北面聽日會逐漸遠離本港，並且喺內陸消散，雨勢會減弱。到星期六奧運馬術比賽期間，本港嘅天氣會係多雲同有驟雨。所有日校今日都停課㗎，中六收生第4階段會延遲到聽日進行，而第5階段亦都會順延至到星期5。另外，考評局宣布，原定今日舉行嘅所有考試都會改期進行。港鐵公司就宣布，東鐵線嘅尖東至到落馬洲站同輕鐵嘅列車服務維持喺15分鐘一班車，機場快線10分鐘一班，其餘嘅列車服務維持10分鐘一班。昂坪纜車服務亦都暫停。喺東涌纜車站，纜車公司將所有嘅車廂收回車站。北面吹襲期間，昂坪一直都係最大風㗎，持續風速達到颶風程度，最高陣風每個鐘頭227公里。昂坪360纜車宣布暫停服務，直至另行通知。由於強風嘅關係啦，汀九橋同青嶼幹線嘅上層唔準高度超過1.6米嘅車輛同電單車使用。而民政事務總署就開放20個臨時庇護站，喺8號暴風信號期間俾有需要嘅市民暫住。康文署收到11宗路邊冧樹或者係樹幹緊急援助嘅要求。強風之下，茶果嶺道有鐵皮屋損毀。現場係茶果嶺道99號，朝早8點幾，一間鐵皮屋嘅一幅牆被強風吹到飛脱。警方接報到場之後，擔心其他鐵皮屋亦都有危險，派人疏散附近幾戶，大約20人，冇人受傷。澳門亦都掛咗8號烈風信號。澳門嘅雨勢唔算太大，但風勢就相當強勁，有路牌被強風吹倒，所有學校停課，巴士服務亦都全部停駛，賭場就如常做生意，來往港澳嘅渡輪服務亦都已經暫停，直至另行通知。呢節風暴消息講到呢一度啦，1點鐘嘅午間新聞會有最新嘅報導嘅，請留意。